Hello，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比較另類啲嘅題材啦，就係想講下一啲我曾經幫助別人嘅體驗啦。你每一日生活上面都有好多機會可以去幫助別人，無論嗰個人係你認識噶啦，或者係你唔認識噶啦。咁我覺得好多時其實喺街上面啊，或者係喺啲公眾場所上面都可能會見到一啲有需要嘅人，你都可以幫助佢咯，唔一定要去做義工先至為之係幫助別人噶嘛。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平日係未必有咁嘅機會，或者冇咁嘅時間去做義工嘅話，咁你即管可以喺每日日常生活上面去觀察下，喺街上面見到有需要嘅人，你都可以去幫助下佢咯。如果喺交通工具上面，好簡單，譬如你可以讓座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啦，可能係老人家啊，或者係孕婦啊。就算平日喺街上面呢，你都可以留意下有冇人可以需要幫助啦。好簡單，喺街上面，可能有時幫啲隻手拎住好多重嘢嘅人，可能可以幫佢推下門啦，甚至乎只係幫佢撳下 lift 掣啦。即係呢啲好細微嘅事，都係幫人嘅一種咯。如果喺幫助長者嘅體驗上面，曾經試過喺地鐵啦，咁我企喺個車廂與車廂之間挨住嗰個位嗰度啦。咁當時我見到一個伯伯，我見到佢企喺度，你知架車又搖啦，即係見到佢唔係好企得穩啦，我又驚佢跌倒。咁於是乎，但係我自己都冇位坐噶嘛，咁我咪將我有得挨住嗰個位，我同嗰個伯伯講，我話伯伯俾你企埋嚟挨住啦咁樣。咁佢當其時就話唔使啦，唔使啦咁樣。咁但係跟住我就話你挨住啦，你挨住啦，我架車咁樣，我驚你跌倒。咁跟住佢就肯挨住咯，挨住我企嗰個位咯。我見到佢挨住咗之後，至少佢企得穩咗，同埋真係安全咗，至少唔會有跌親嘅機會先啦，係咪？